我哋不斷提醒要增強免疫能力，但我哋係咪了解到免疫系統嘅運作？免疫系統嘅本質就係識別自己人同埋敵人，自己人就保留，敵人就消滅。免疫系統大概分為兩部分，先天同埋後天。就好似軍隊中嘅士兵，士兵大致分為前線同埋後防。巨噬細胞就係前線，而 T 細胞就係後防。當巨噬細胞遇到病毒入侵嘅時候，佢能夠認出同埋殺死病毒，同時放出唔同嘅細胞因子，通知 T 細胞做出反應，從而令我哋嘅後天免疫系統產生抗體抵抗病毒。所以要對抗病毒係要靠各方面嘅合作先會有效。科研實證，益抗式能有效強化巨噬細胞，分泌出更多干擾素，令佢嘅戰鬥力提高100%，為體內免疫第一道防線建起更堅固嘅保護牆，對抗大部分病毒。疫苗同益抗式又點樣喺免疫系統上面互相配合？啱啱都有提過，免疫系統分為先天同埋後天。疫苗係針對後天免疫系統，只對特定病毒產生抗體，作出防衛。而身體嘅第一道防線包括巨噬細胞，會將病毒殺死，再通知第二道防線，亦即係後天免疫系統，再作出抗病毒反應。如果未打疫苗嘅人去抵抗病毒，就要靠巨噬細胞，佢能夠分泌出干擾素，控制病毒入侵嘅免疫反應，防止病毒影響其他細胞。研究證實，益抗式中嘅 PUB 活性多糖能夠全面從根本提升免疫力，加強體內免疫第一道防線，喺受到感染時更快作出抵抗反應，有助抵禦廣泛嘅細菌同埋病毒。想身體健康，就要先增強自身免疫力，而科研實證能提升免疫力嘅益抗式，喺研發時經歷過幾多反覆同艱辛嘅過程呢？為咗確保產品真係有我哋期望嘅效用，就一定要經過反覆嘅實驗去認證同埋改良。我哋為咗證明益抗式真係有增強人體免疫力嘅效用啦，我哋利用咗嶄新嘅分子生物技術，進行咗300幾次嘅雙盲細胞實驗，確保每項實驗都經過反覆驗證，過程精密嚴謹。300幾次係用動物嘅細胞？動物細胞梗係唔係啦，我哋真係用正常人體細胞進行實驗嘅，用嘅係經過特別許可俾研究用嘅血液，從中抽取白血球細胞。有部分嘅實驗室可能會用到老鼠或者其他動物嘅細胞嚟做實驗，但係我哋為咗可以得到更加有代表性嘅實驗結果，我哋決定用高質素嘅人體白血球細胞，並分化成巨噬細胞嚟進行實驗，務求更加接近人體嘅免疫系統。研究實驗證實，益抗式係有效增強免疫系統，提高病毒感染嘅抵禦能力，所以我哋對產品嘅功效係有好大嘅信心嘅。實驗研究真係一絲不苟，咁我哋喺日常生活裏面點樣提升免疫力？提升免疫力需要透過日常飲食嚟補足足夠嘅營養去維持，包括礦物質同維他命，尤其係維他命 C。所以想提升免疫力，除均衡飲食之外，更可以透過服用天然健康產品去增強免疫力。培力同香港大學醫學院共同研發嘅益抗式，由純天然靈芝及雲芝提取而成，含高濃度 PUB 活性多糖，提升足夠免疫力。無論係醫護人員、工藝環境工作者，又或者一般市民，都啱用作日常提升免疫力嘅保健品。實驗證明能有效增強抵抗力，促使免疫系統受到感染時作出抵抗反應，同時唔會導致免疫系統處於過度緊張狀態，影響正常身體機能，有助加強體內免疫嘅第一道防線。